哦，那个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，东边义捷，西边南昆生，比较近的那个是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。现在这个位置是北线桥，北线桥，北线桥往东边，往东边远方也有看到一排的灯，那个南二高，那个南二高，南二高了，南二高了哈，东边那一排灯，那是南二高。这边看过去那个东西向快速道路，东西向快速道路，从义井要到南昆生，义井要到南昆生，这边这样看过去，我看到好多车辆，那个是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，那要到新营的，这里是铁线桥，铁线桥。